主啊，2025年6月25日，每日圣安宫读经，解决问题。圣经咱做伙来听读《使徒行传》15章第19到35节。有几若个人对犹太落来安提阿得教示信徒讲：你若无照摩西的规矩受割礼，就袂得到救。保罗以及巴拿巴甲因有激烈的争辩，为着这个问题，大家决定派保罗、巴拿巴甲因中间几若个人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以及长老甲因参详。教会的人送因出发，因经过腓尼基甲撒玛利亚，对众信徒报告外邦人归主的事。大家听了拢真欢喜。因到耶路撒冷的时，受到教会使徒甲长老欢迎。因将上帝甲因同在所做一切的事，甲大家报告。不过有几若个属法利赛派的信徒徛起来讲，外邦人一定着受割礼，搁着命令因遵守摩西的律法。为着这个问题，使徒甲长老开会讨论，辩论真久了后，彼得徛起来讲：各位兄弟，恁知上帝早就对恁中间拣选我，通互外邦人听我所传福音的信息来信。迄位知人内心的上帝，赐圣神互外邦人。甲有赐互咱共款，证明伊有接纳因。对信，伊有甲因的心洗清气，伊对待咱甲因拢无差别。既然是安尼，恁是安怎还伫试探上帝，将咱的祖先甲咱担袂起的担，看伫遐个门徒的肩头顶？毋应该安尼。咱相信着通过主耶稣的恩典，才会得到救。因嘛是安尼。大家拢静静听巴拿巴甲保罗讲起上帝通过因伫外邦人的中间所行一切的神业奇事。因讲说，雅各讲：各位兄弟，请听我讲。拄则西文有讲到上帝当初安怎看顾外邦人，对因中间竟人来归属伊家己。先知有讲起甲即个相款意思的话，照圣经所记载。主讲：这个事以后，我要倒转来，要重建已经倒坏的大笔的家。我要对荒火中搁甲伊去造。要重新甲伊建立起来，通互所剩的人，就是所有受呼召归我的外邦人，拢会找救主。迄位将这个事对古早就互人知的主安尼宣布。所以，照我的判断，咱毋通甲遐个归向上帝的外邦人刁难。不过，着写批吩咐因毋通食拜偶像无清气的物，毋通淫乱，毋通食逆世的精生甲血。因为对古早以来，摩西的律法伫逐个城市拢有人宣讲，逐个安息日伫逐个会堂拢有人宣读。迄时，使徒甲长老以及全教会决定要对因中间拣人，找因甲保罗、巴拿巴做伙去安提阿。因所选派的是叫做巴撒巴的犹大甲西拉，这两个人伫兄弟的中间是领导人物。使徒交代因大旗的批安尼写：阮这个做使徒甲长老的兄弟，甲住伫安提阿、叙利亚甲基利家的外邦人信徒请安。
听讲有对阮遮出去的人去恁遐，因用阮无指示因讲的话，甲恁搅扰，互恁的心受到扰乱。为着安尼，阮同心合意，决定竟人找因甲阮所敬爱的保罗以及巴拿巴去恁遐。这两个人为着咱的主耶稣基督，甘愿献性命。所以，阮找派犹大甲西拉去，因为亲嘴甲恁讲甲批内所写共款的代志。因为圣神甲阮决定，下面这个重要事项以外，无搁加添恁的负担，就是毋通食拜偶像的物，毋通食血甲溺死的精生，嘛毋通淫乱。这代志恁若无犯着就好，愿恁平安。因受派落去安提阿，伫遐调集全体信徒，将批交互因。众人读到迄张批，因为鼓励的话，满心欢喜。犹大甲西拉，因本身嘛是先知，有对信徒讲真侪鼓励的话，坚固因的信心。因伫遐住一段时间了后，受信徒欢送，平安倒去找因来的人的所在。话草本有3-4节，不过西拉决定留伫遐。保罗甲巴拿巴继续住伫安提阿，因甲其他真侪人做伙教时，搁宣讲主的信息。解决问题。保罗和巴拿巴受安提阿教会差派将士宣教工作，圣神甲因同在，互因伫所到的所在和所做的工，拢有圣神的能力，感动人归向上帝。不过，当真侪外邦人信主进入教会，也产生一个难题：外邦人信主是毋是爱受割礼？这个问题是关系初代教会是毋是会稳固的重要信仰认知。千万莫轻看这个问题，因为割礼对犹太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传承，是上帝甲先祖亚伯拉罕立约的记号。因为安尼，割礼不只是关系信仰，也是犹太人用来辨识一个人是毋是属于因族群的记号。犹太人坚持佮相信，割礼甲规个民族的存亡有密切关系。根据摩西的律法，查某婴仔第8日必须受割礼。犹太人认为摩西的律法代表上帝的旨意，遵守律法就是遵行上帝的旨意，也是得救的要件。所以无论安怎，拢爱确实执行。伫安尼的背景下面，保罗和巴拿巴甲来自犹太地区的信徒，对外邦信徒是毋是爱受割礼的看法差距甚大，双方发生激烈的争辩。教会认为这种争辩应该爱有定案，所以指派保罗、巴拿巴等人为这个争论上耶路撒冷见使徒和众长老，直接甲代志讲清楚。这也促成耶路撒冷会议的举行，确立人得救是照着主耶稣的恩典，毋是照着割礼的信仰精神。这场会议所代表的意义，就是通过组织制度，伫圣神的带领，用更较开阔的心胸来看待信仰的问题。基督教会正是秉持这种信仰精神，相信虔诚的人所召开的会议，就是圣神工作的场所。意思是，人用基督的心开会，
圣神就运行伫其中，借着会议的进行和决定来显明上帝的心意。因为安尼，参加会议的人拢必须抱持敬虔的心，用开阔的心胸表达彼此的意见，追求共识，做出决定，谦卑，互家己成做圣神的器具，避免用私心、因人设事看人做代志。无论是耶路撒冷会议，还是长老教会所召开的各项会议，拢有共同的核心精神，就是用信仰面对问题，用信仰解决问题。咱对新约的福音书通看见，耶稣伫经文中总是伫解决问题，带来医治和平安。若是遐个犹太宗教领袖，却总是不断伫制造问题，引起纠纷，搁甲重担加点伫人的身上。今仔日，咱也应该重新检视教会和家己，伫信仰团体中，是毋是用信仰之名行论断之实，是毋是常常伫制造问题，引起纷争，搁加添别人的重担。咱应当学习诚侪用信仰解决问题的人，互人因为真理得到自由。默想，伫教会和信仰团体中，我安怎学习诚侪一个用信仰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好同工呢？伫教会和信仰团体中，我安怎学习诚做一位用信仰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好同工呢？咱来祈祷，赏赐平安的主，求你互我伫圣神的保守下面，对信仰中领受智慧，诚做一位会当解决问题，搁带予别人祝福的基督徒，奉主的名求，阿们。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